蝸牛、喪屍蝸牛嘅驚恐入侵，緩慢生物嘅恐怖秘密。蝸牛係一種常見嘅陸生動物，常被視為大自然嘅緩行者。佢不單止喺生態入面扮演重要嘅角色，仲喺人類文化中留下深刻印記。分類、定義同結構。蝸牛係屬於軟體動物門腹足綱嘅陸生螺類，泛指有殼嘅真有肺種目物種。佢哋唔係一個單一分類，而係包括好多唔同科同屬嘅總稱。定義上，蝸牛係一種貝類軟身動物，身體好柔軟，要靠碳酸鈣殼嚟保護。佢嘅身體結構包括頭部、足部、內臟囊同殼。頭部有2對觸鬚，第一對短啲係用嚟感覺，第二對長啲，頂端有眼。口腔入面有齒舌，殼嘅形狀多數係低圓錐形，除咗保護之外，仲可以幫佢保持濕潤。生活環境同習性。蝸牛中意濕潤嘅地方，好似森林、草地或者花園，喺溫帶同熱帶地區都好常見。佢哋係夜行性動物，日頭會匿喺殼入面或者陰暗地方，避開乾燥同陽光。習性方面，蝸牛主要食植物葉、腐殖質或者藻類，靠齒舌磨碎嚟食。佢哋抗旱能力好強，乾旱時可以入休眠狀態，用薄膜封住殼口，防止水分流失。有啲品種仲識爬樹或者牆，雖然行得慢，但好有耐力。繁殖方面，多數係雌雄同體，可以自交或者異交，會喺泥土入面產卵。食用價值。蝸牛含有豐富蛋白質、鈣質同維他命，喺好多文化入面都係美食。例如法國嘅蝸牛料理會用羅馬蝸牛作為食材，配蒜蓉牛油焗。呢啲人工養殖嘅食用蝸牛喺屠宰賣出之前，要經過大約2星期嘅排毒期，等蝸牛可以將腸入面嘅細菌同有毒物質排出體外。喺亞洲地區，好似中國嘅田螺湯都好受歡迎，唔單止有營養，仲有藥用價值，好似清熱解毒。不過要留意寄生蟲風險，煮之前一定要徹底清洗同煮熟。喪屍蝸牛。喪屍蝸牛係指俾寄生蟲6大採有吸蟲感染咗嘅蝸牛。呢種恐怖寄生會令蝸牛變成好似活死人咁。感染之後，寄生蟲幼蟲會入侵蝸牛嘅眼柄，令佢腫脹成七彩繽紛條紋嘅毛蟲樣，仲會不停咁蠕動，好似髮型屋門口嗰條3色柱咁，每分鐘閃幾10次，顏色又鮮又搶眼。受感染嘅喪屍蝸牛活動力仲會大增，可以爬得比正常蝸牛快3倍以上。但係蝸牛嘅行為會俾寄生蟲完全操控，由夜行性變成日頭出嚟曬太陽，爬到植物頂等住俾雀仔食。呢隻寄生蟲會喺雀鳥體內繁殖，生蟲卵。佢唔會殺死雀鳥，而係靠鳥糞將蟲卵散出去。最奇妙嘅係，鳥糞對蝸牛嚟講係美食，所以好容易吸引蝸牛食落肚。咁就又再變成新一代喪屍蝸牛。喺香港，以前冇呢啲記錄，但最近2025年8月喺沙田新城市廣場爆出首宗個案，一隻眼柄閃閃發光嘅怪物蝸牛喺餐廳台面蠕動。大自然嘅黑暗面已經悄悄咁入侵都市。